平時幾百蚊一位嘅自助餐，你話回唔到本係咪？喺江南西70蚊唔到一位嘅自助餐可以食到咁多嘢，再回唔到本啊，就係你問題。嗰間安格斯牛肉、黑豬五花肉，仲有山姆同款嘅甜品小食，通通任食。69.9一位，冇任何加收嘅金三太，居然開到嚟江南西啦！睇怕佢哋係唔知道我哋大海珠嘅人究竟有幾齊得。半自助加數碼點單形式，一整排原切肉任食任攞。你睇佢哋啲安格斯牛肉同埋五花啲肉質啊，全部都好靚噶。仲有雪花松板肉、黑豬梅花肉，夾滿晒芝士嘅肥牛，齋肉類嘅品種就已經好多啦。而且店鋪仲承諾咧，沒有科技，沒有狠活，所有水果、蔬菜、配菜通通任攞。另外仲有好多口味嘅炸雞、石鍋拌飯、小食、甜品，數碼落單。仲有我發覺佢哋啲主食好得意噶，樣嘢都好細份啊，就算你點咗咧，都唔驚話食飽咗噶。每樣嘢試一啖都唔會飽，依舊唔影響你嘅發揮。就食幾盤肉加幾份小食就可以回本嘅自助，今次終於可以落樓就食到啦！視頻下方團購活動咧係開業先有嘅優惠嚟嘅，而且每位成人仲可以帶一個1.1米以下嘅小朋友。呢2日唔想煮飯就一家大細落樓拆餐勁噶啦！喂，好似唔記得點關注喎。